一輩子，哪那麼多一輩子？我告訴你，在你咽下最後一口氣之前，你隨時都有可能一头撞见你那个最爱。最爱，我的最爱已经不存在了，真的。没有对的人，谁都能是那个最爱。我不骗你，来，咖啡。别他媽作踐自己了，別喝了。baby， 你看着我，我問你，你愛齊明峰嗎？不愛他，你為什麼要跟他上床？為什麼要給他生孩子？是因為你空虛，你寂寞。嗨 ，baby， 我以前是有最愛，我最愛的那個人是誰，你知道嗎？麥克。可是他怎麼樣了？他跟我去結婚，他就這樣握着我的手，他說：“親愛的。”無論貧窮與富有，不管疾病與健康，永遠跟你在一起，不離不棄。什麼是他媽不離不棄？他他媽騙了我，騙我好苦，你知不知道？你以為我現在不想找真愛嗎？沒有，我一個人從國外回來。如果不是因為你在我身邊，我晚上一個人都不敢睡覺，你知不知道？我也想找一個人，永遠不背叛我，永遠保護我、守護我，可是沒有。你們說的沒錯，齊明峰是吧？朝三暮四，他花心，他不靠譜。我知道，但是我不在乎 ，Who cares？ 我就要他的精子。我不相信我有一孩子，我把他生出來，我養他，我把他培養成人，他能離開我？冬眠，齊明峰不是你想找的那個人，你們倆頂多算一次商務合作。其實你這種感覺，我也體會過。誰真心愛了，誰就會疼。所以我們一邊盼着愛，一邊忍着疼，到最後，誰也不敢動心了。這個還真是像皇寶一樣的偉大，這是我的優質寶寶計劃。皇上都還沒寵幸你呢，哪來的優質寶寶呀？你害病了吧你？大膽賤奴！竟然說本宮害病了！本宮怎麼可能會害病呢？baby， 我跟你說啊，為了確保這個孩子的質量，本宮必須要從源頭抓起。這樣，首先要保證我卵子的質量。我的這份優質寶寶計劃就是我卵子質量的保證。蒼天吶！ baby， 快起來，你起快一點！啊！我跟你說，趕緊幫我把這份優質寶寶計劃貼到牆上去，以後每天你都要監督本宮，輔助本宮完成這份計劃。蒼天吶，太折磨人了！ 啊！
懒得連门都不自己開了，真拿自己當小主啊！我看這孩子也別自己生了，這金子還借他幹什麼？自己領養一個算。珊珊，你今天在家休息啊？你还生我的气呢？自打警察叔叔走了之後，我們都以為你被警察當成主犯給抓走了呢。你別這麼諷刺我、挖苦我行嗎？我知道上次那件事是我不好，要不是因为我，沒準你跟律師現在已經幸福的生活在一起了；要不是因為我，你跟冬眠也不會蒙受不白之冤。所以我今天來啊，我是專門給你和冬眠來負荊請罪的。什麼金啊？我可不需要金，把金給冬眠吧，他缺金缺得厲害。那他去哪兒了？去會所了？晨練去了，馬上就回來了。哎，他最近很注意養生嘛。不過他怎麼知道我在寫心經啊？什麼心經？我不知道。哎，這個是我最近這幾天苦心研究男人和性，寫了一本心經。我看你倆是病得不輕，一個沒事寫計劃，一個沒事寫心經，你倆應該進行一番學術交流才行啊。年小主回宮呀，封貴人今日特意到唐人宮來看望本宮，多謝多謝。起來，給我讓個地兒來。你來的正好，你們兩個可以交流一下學術問題。學術交流，挺牛啊你。不是，我最近苦心鑽研男人和性，寫了一本心經。看看啊，可風，自從你上次出完那馊主意，我就知道你有所改變，這都出心經了。你能別再提上次那事兒嗎？我這不是知錯就改了嗎？把我苦心鑽研的心經拿出來跟你們分享。等咱們把心經練好了，就去受腹法海。誰讓法海他不懂愛，雷鋒他就倒下來。神經病！